最新视频，香港发生了历史性的火灾，但是香港只有高中学历的特首李家超啊，可以说是习近平标准的奴才，已经和中共的官员的无耻嘴脸一模一样了。他首先感谢习近平，同时第二个呢，感谢中联办，这都是他的顶头上司。第三，然后来表彰自己的功绩，怎么的救援，只口不提消防员的付出牺牲，只口不提市民的热心帮助，对不对？伸出援手。所以这两天呢，他在网上被别人喷死了。可以说，中共的官员就是这样啊，只是对上负责，对提拔他的人负责，不会对市民和老百姓负责的。香港发生这么大的火灾，他是否应该辭職啊？他是否應該降半旗致哀啊？有沒有提這些事情？我哋會提供一切可行嘅支援。習近平主席對於今次嘅大火高度重視，第一時間了解火災救援同埋人員傷亡嘅情況，向我轉達佢對遇難人員、殉職消防員嘅哀悼，對遇難家屬同埋受災人員嘅慰問，並且要求中央港澳辦同埋香港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全力以赴撲滅火災。我衷心感謝習近平主席嘅關心，我亦都感謝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向我提出會全力支持。到目前喺消防人員嘅不斷努力之下，現場嘅情況係逐漸受控。目前為止，消防處處長評估佢哋有足夠人手同埋能力係控制同埋撲滅到火場嘅火災嘅。一陣間咧，我會請